来看风台扫过哦，台东的海边啊是有真侪水流茶，东海湾的后山河溪区哦，规个海坡啊拢是。也毋过哦，若是伫大石区的水流茶，烦恼讲会去破坏着环境，是袂当用机械来清，敢来当靠人工哦来拼。县政府是表示讲，因的经费真有限，望中央会当来斗相共。台东县三观海湾富山河溪区海顶的步道，因为去互水流茶弄着受损，海沙坡啊甲石头旁嘛拢是大水茶。河溪区都要暂时先关起来，民众袂当落水底耍，敢来开放步道，互游客看风景。不过过去美丽的海岸，即马只拢是水流茶，已经影响到观光。现在不能下去就有点困扰了。会影响到那个风景没有像之前这么干净的话，而且家长有时候带小孩子来，可能也会顾虑说好像没有什么好玩或者是不好看。河溪区的志刚表示，这个风台内水流茶的数量虽然无15年前无落去风台遐尔济，不过河溪区是生态敏感区，敢来当用人工的方式来清除，估计需要半个月的时间。不过因为人力的成本真悬，县府甲台东区议会经汇报告，已经有透过漂流木处理平台，请求林保署、台东分署来斗相共。木头的枝啊，它会不会进出来的时候，发觉到可能就会造成那个小鱼的一个死亡。目前针对富山富渔区这一块的话，我们已经联系台东县政府的渔业科，能够协助进场。如果渔业科后续如果需要分署协助的部分，我们会透过这个平台来做协助。林保署台东分署表示，台东县处理海岸的水流茶，有分中央甲地方清部的区域，拢会当互相支援。不过民众若想要捡这水流茶，可能要等较贵重的官方注记完成了后，才会当去捡，若无会去用罚钱。目前县府甲林保署拢赶紧咧处理，估计搁10天就会当开放民众来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